外地的朋友一定要看过来哦。视频里面是苏州比较火的一个网红打卡点——白塔西路的荷花早市。我们苏州本地阿姨呢，每天早上会在6点钟左右就带着新鲜的荷花过来摆摊，一直会持续到下午的2点左右。那么他们会把荷花呢用莲叶这样包成一束，一束呢大概7朵或者8朵，10块钱。那么多一朵少一朵就根据你自己跟阿姨去讨价还价了啊。阿姨他们还是蛮好说话的。有网友反馈呢说，我们在这边拍视频取景的时候呢，阿姨会要求我们买一束才可以拍。其实我在这边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圈取景拍视频，阿姨他们其实是没有拒绝的，反而他们是比较乐意让我去拍的，因为这也是变相的去帮他们做宣传嘛。那么今天有幸遇到了广东来的马小坏，他也在这边买荷花，买了2束。那么当时我没有认出来他，后来是我看到他发了一条动态，我才知道这是马小坏。他真人啊比视频里面更加的漂亮。那么这个阿姨手也比较巧，她把荷花呢折成类似于玫瑰的形状。那么还有一些阿姨呢，她就是打包的是比较简单，就是荷花的花骨朵，这样中间加一朵莲蓬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我极力把苏州的这种美景分享给大家。外地的游客过来呢，你一定要过来逛一逛，真的是让你流连忘返。那么喜欢苏州美景和苏州特色美食的朋友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